大家好啊！咁今晚咧又同大家講翻之前嗰個問題啦。其實所有嘅問題咧都係一個好延續性嘅答案嚟嘅，係。好啦，咁我之前咧就講咗話有害嘅資產啦，跟住就講咗要揀一啲係有人接手嘅房屋啦。咁我依家咧就用咗一個好好嘅圖啦。呢個圖有幾好，就係啱啱今年係2025年，呢度就係彩虹道地鐵站嘅新起嘅樓宇啊。應該就如果地契冇變嘅話咧，就應該有75年嘅，應該係啊。不過都要睇翻個地契啊，我就冇睇過。估佢75年啦。點解我估佢75年？因為啱啱好就係2100年啊嘛，佢嘅到期就係。咁就我講咗一定要有配套嘅設施啦，先至會有人接手啦。嗱，咁大家知道左手邊就係嗰個叫做啟乜苑啦，唔記得咗啦。呢度都有名睇嘅，即係放大佢就見到㗎啦。啟祥苑同啟鑽苑啊，係居屋嚟嘅。好啦，跟住呢一邊咧就係新蒲崗啦，就見到啲係好舊嘅工業大廈啦。好啦，跟住見到巴士站啦，兼且條馬路咧係有左右兩條啦，即係左兩條右兩條啦，咁係非常之好㗎啦，已經係唔係左一條右一條呢啲，最好梗係左三條右三條啦。其實最好都係左三條右三條，將香港所有嘅左一條右一條咧改為左三條右三條嘅話咧，你到時就會明白佢個好處係咩嘅啦。好啦，跟住就再講下嗰個叫做，你唔好以為有人接手就呢個單位就叫做筍盤喎。咁我上次就係講巴士啊、馬路嗰啲配套，我從來就冇講地鐵站嘅配套㗎喎。因為我覺得未來個地鐵咧係會淘汰嘅。雖然佢呢一度隔離就係一個鑽石山站，係啊，隔離就鑽石山地鐵站㗎啦。但係我覺得呢一個地標咧係點樣講咧？係屬於優質嘅。點解話佢係屬於優質嘅話咧？嗱，佢附近有冇醫院啊？有醫院。佢有冇學校啊？有學校。跟住佢馬路又方便，又有街市。好啦，跟住你仲要發覺一樣嘢咧，係佢呢度係非常之好嘅，就係咧，佢嘅交通咧係屬於咧極方便嘅。如果在未來嘅話咧，係無人駕駛嘅時候咧，你係可以話你無論夜晚搭 M 車又好，或者咩車都，佢都係好方便嘅一個位。港九新界都係方便。其實方便兩個字已經係夠㗎啦。好啦，再加上佢依家咧呢一度咧係一個叫做小蘇豪區嘅特色。嗱，咁你可以話返工啊，去隔離工廠返工啦。最重要就係仲重要嘅就係即係話佢仲有工廠啊。點解工廠係咁重要咧？因為製造業啊，即係可持續嘅崗位啊，真係。你有工廠就一定有可持續嘅崗位啊嘛。所以我覺得呢一個位置咧，真係要講下嘅。
咁我講完啫，我唔係叫你買，我覺得佢幾好啫。咁梗係幾時先買啊？等佢跌多幾年先啦。嗰啲專家都話仲有幾年跌㗎嘛，個樓價。好啦，咁再講下佢呢一個地方好啦。咁大家知道佢係好啦，但係其實都要有啲嘢為意嘅喎。就係咧，佢嗰個維修啦，同埋管理費啦。咁你住75年，我梗係咁個維修啊、管理費，你當然係要考慮下㗎啦。好啦，2100年之後呢一個單位會唔會有人接手，或者會唔會重建起咧？咁2100年香港就依家就過700萬人啦。咁根據推理嚟講咧，香港嘅人口咧就應該係會越嚟越少㗎啦。咁2100年香港嘅人口咧就應該剩返幾多咧？咁我就講下國內有一個女嘅教授定係學者咧，應該叫佢學者啦，應該好出名嘅。咁我就唔開佢個名啦。佢就話中國咧喺2100年咧就應該去返4萬人到嘅啫，即係4億。咁你之前14億變4億，咁香港又點咧？700幾萬就會變做幾多啊？即係14就4億啊，當你15億啊，好冇？除3即係2點幾2億到係咪啊？唔係2億喎，200萬，即係香港700變做200萬，200萬呢一個數啱唔啱咧？大概啦。好啦，香港去2100大概有200萬人到，即係呢一個係話佢係可以按比例啫喎，唔係話個實際情況啊嚇，按比例啫。個實際情況可能可加可減嘅，因為你嗰個可持續嘅工種減少緊，個人數就會減少㗎嘛。又或者去到咁多年之後咧，啲機械人咧就已經係可以叫做養起全世界80億嘅人，或者800億嘅人。到時啲人口越嚟越多，但係所有人都唔使做嘢嘅，因為機械人養晒啲人類啦，已經。20年嘅科技就已經係好誇張㗎嘛，何況你依家係20年又20年又20年，係咪？再嚟多個15年，哇！太勁啦，真係。到時啲科技，咁我頭先呢個講法咧就係馬斯克講嘅，我重複佢嘅講法啫，就唔係話我特登咁樣講嘅，即係有啲根據馬斯克嘅講法嚟講嘅。好啦，跟住咧就要講下揀咗嗰個單位之後，咁都話我住佢10零20年，跟住之後我又賣出去啦，跟住我又買新樓，我長期都住新樓嘅。咁你又再要諗下啦，如果個人口開始減少，個新落成嘅單位咧又冇減少嘅話咧，咁人哋可以買新樓噶嘛？點解要買呢個二手嘅咧？咁如果你係一開始諗住話我住咗75年我就算數㗎啦，住咗咁多年我就冇諗過咧話再打算咧話要賣翻出去又要賺多一筆嘅。咁呢一個心態係好嘅，因為正常嚟講咧，你住到嗰個合約期到咗之後咧，就應該係歸零嘅。你冇聽錯，正常係歸零嘅。
但係唔知點解香港咧就變咗咧60幾年嘅樓齡咧，仲係可以賣到天價嘅，係唔正常嘅。所以香港人咁有錢嘅其中一個原因咧，就係因為呢個唔正常嘅。所以到依家去返正常嘅時候咧，香港人咧就會變咗係冇咁有錢咯，係一個唔正常嘅情況下堆積形成咗一大班嘅有錢人。點解咁樣講咧？嗱，譬如你正常一層樓，你買咗跟住供完，跟住住到佢個合約期到，跟住咪拆咗佢咯，就係咁咯。咁好多人話有地價㗎嘛，要補返個地價㗎嘛，係啊，係有地價，但係咪可以拆咗佢，跟住嗰塊地再補地價咧？但係好奇怪嘅就係咧，地產商又係啦，之前咧就係你唔好話50年，40幾年有啲樓咧就個地段好咧，就已經俾人收購咗重建㗎啦，已經。到依家有過千棟70年樓齡嘅都仲未去重建，咁你就可想而知，到時嗰啲叫做維修嘅大廈有幾誇張啦。咁香港就越嚟越多要維修㗎啦，咁第日咧就應該係叫做維修之都㗎啦，係唔係購物之城啊？係維修之城啊！真係。點解話佢係維修咧？因為我唔同意咧，啲人講話香港係咩咩金融廢墟啊，咩金融遺址嗰啲，完全唔係嘅。但係維修之城就一定係嘅，因為你見到依家咧就呢一度啦，佢呢一個工廠大廈呢一度咧都已經搭咗啲外棚喺度維修啦。呢啲必然要維修㗎啦，係。咁你見佢呢一棟其實都應該都有30-40年樓齡㗎啦，即係新蒲崗嗰啲。咁新蒲崗有啲7層嗰啲啊，或者係即係10層以下嗰啲，可能有啲4-5層嘅啫。嗰啲咧樓齡咧應該都60咗緊㗎啦，應該。你知識新蒲崗行返去大有街嗰個方向咧，就會呢度係彩虹道嚟嘅呢條。你行去返去大有街咧，你就會見到好多嗰啲舊樓㗎啦。咁如果你再諗下嗰啲舊樓，咁佢個單位點樣賣出去？佢其實冇得諗嘅係，佢只有求神拜佛個地產商話收購㗎咋。所以你係要係啦，我講到呢個地段咁好，但係你一離開咗呢條馬路遠少少嘅時候咧，都係要求神拜佛㗎啦，一定係要喺馬路邊嘅位。而馬路邊嘅位咧，就係因為我覺得佢有個優勢嘅原因，就係在於佢未來無人駕駛可以到達每一個地方啊嘛。咁你唔好揀到山卡拉，跟住又話你到達每個咁山卡拉都得啦，到達每一個地方，但係要交通方便啊嘛。咁亦有人咧係會追求一啲咧田園嘅生活嘅，真係去到山卡拉嘅。正如香港嘅東北嗰邊咧，依然咧係有人住嘅，但係零零散散咯，唔係話好多咯。所以都俗稱為無人村㗎啦，已經係有人㗎，但係都係叫做無人村㗎。根據國際嘅定義咧，係合理㗎。嗱，你再睇下咧，其實依家呢條街上面咧都唔多人嘅。其實呢一個位咧係即係未有地盤之前咧，可能依家個圖佢係寫住2024年3月啦，
但其實依家咧入咗伙之後咧，2025年咧已經係好多人行㗎啦。嗰陣應該係個地盤關係唔多人啫，依家係超多人嘅，真係。所以咧，佢依度就形成一個小蘇豪區咯。所以大家如果真係要買房屋嘅話咧，就真係要小心。第一，小心嘅有毒嘅資產；第二，要小心啲有害嘅資產。跟住就係要買啲優質嘅資產。嗱，我依家就講咗啲優質嘅資產啦。交通方便，唔係地鐵嘅交通方便，而係馬路嘅交通方便。生活配套啊，即係一定要有學校啊，有醫院咯。咁你點解唔問我？喂，你點解唔講食嘢嘅？有商場一定有得食㗎啦，有街市自己買返嚟煮仲安全啦。正如我之前同大家講話，千祈唔好買海魚食，海魚有塑膠嗰個微粒啊嘛。食完之後咧，全身任何器官咧都會有嗰個塑膠微粒嘅。咁如果你話喂，我今年都85歲喎，照食啦，食有3年，唔食有3年，係咪先？依家香港嘅平均年齡好似87、88啊嘛。咁如果你依家話喂，我個BB 得3歲啫喎，喂，咁係唔畀佢食海魚啦，係咪先？咁呢個就係我嘅見解啫。但係如果你真係想佢食海魚嘅，你覺得可能10年、20年之後，可能咧有一啲發明咗啲飲料咧，係可以清除人體裡面嘅塑膠嘅，都唔出奇嘅。但依家就暫時就仲係研究緊咯。我知道有啲科學家已經係研究緊，但係仲未公佈係成功嘅。跟住咧，你再見啦，佢嗰個咧，即係其實咧，你見到新蒲崗呢邊咧，你夠唔夠膽喺下面嗰度行啦？即係咧，第日咧，香港如果好多都係70年嗰啲危樓咧，啲人係唔夠膽行㗎，唔夠膽行不特止啊！就算你嗰度話有一兩棟新樓咧，嗰一兩棟新樓啊，都唔會話有人會接手嘅。嗱，你見呢度咧，交通方便，但係假如嚟講，新蒲崗淨係講新蒲崗呢一邊。如果新蒲崗呢邊佢又係起咗樓，但係佢依然咧係有廿幾棟樓咧，佢冇拆到，咁廿幾棟樓咧就會形成咗一個陷阱㗎喎。咁你嗰幾個陷阱咧，就隨時令到你成個新蒲崗嘅新樓咧，都會變咗咧係一個叫做死局嚟㗎喎。咁大家又要留意下個範圍要大啲啦，係，因為如果你淨係睇呢一個點，佢係好好，但如果你再睇大啲咧，就會覺得有隱憂嘅。咁嘅話咧，就盡量咧就係去彩虹道嘅左手邊咯。我依家係向住九龍灣嘅方向，咁左手邊嘅話咧就咪係啟鑽啊，係啦，咪啟祥苑呢邊咯。再隔離嘅話咧，就係星河名居嗰邊嚟嘅啦。嗰啲都有一段日子嘅啦，嗰啲樓都，同埋嗰邊都貴啦。星河名居即係真係話叫做鑽石山地鐵上蓋啊嘛，係咪先？咁再隔離就係龍蟠苑啦，但係龍蟠苑就真係個年份就真係唔係咁理想啦，個年份，係啊，都有返咁上下年日子嘅個龍蟠苑就，所以呢一個就比較好啲咯。但係好多人話居屋好難買嘅喎，但其實幾年之後一樣有人放出嚟嘅係。
補地價，睇下到時個樓價又係點咯。呢一個位置其實真係好嘅，我覺得係好嘅呢個位置。咁睇下大家覺得點咯。咁今晚嘅分享就到呢一度啦。鍾意個視頻嘅話咧，就撳訂閱同埋分享畀更加多嘅人知道啊！多謝晒咁多位，拜拜。